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積積嘅教學影片。嚟到我哋免費圖解資源嘅最後一堂啦，不經不覺呢，原來已經完成咗17堂，今日係我哋嘅第18次嘅課堂啦。老師都懷住一個依依不捨嘅心情去拍攝最後一條教學影片啊！希望同學仔呢都有喺我哋呢個免費圖解資源計劃裏面呢，學習到唔同嘅針法啦，閱讀圖解，亦都可以加強到我哋平時呢喺歐積方面嘅練習啊！咁如果大家咧都想之後有更多呢類型嘅活動咧，都可以隨時同老師提出你哋嘅意見。咁我哋會收集同學仔嘅意見之後咧，可能就好快準備下一次嘅免費圖解資源計劃啦。咁我哋今日咧會整一個嘅三角形積片，中間開針嘅位置應該都唔陌生噶啦。我哋第一行將會係由3鎖針開始。然後係會長針，咁會有11個嘅長針，連埋起針部分係有12個嘅條狀。咁第一行呢會有2次引拔針㗎，第一次係做返第3鎖針度，第二次係做返喺2條長針之間嘅空隙，咁令到個針位轉移咁解嘅啫。然後去到第二行，我哋同樣由3鎖針開始。咁今日呢有個新針法想教大家，呢個係爆米花針。咁佢呢係由3個長針針腳組成嘅。咁同組形針唔同喎，組形針呢上面呢個部分係一個橫線，而爆米花針呢上面係一個圓形。咁一間老師呢會示範俾大家睇嘅。跟住係3鎖針。然後再嚟係爆米花針，今次係4個嘅針腳，同樣都係做返喺2個長針之間嗰個空位。跟住係5鎖針，然後再嚟組形，唔係組形，係爆米花針。跟住再嚟3鎖爆米花，然後係5鎖。嗱，小心喎，中間有啲係3鎖，有啲係5鎖，我哋必須要睇住自己完成到去邊一個位置啊！因為今次呢一個積片呢係會形成一個三角形噶，所以呢5鎖針呢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形成我哋三角形嘅關鍵所在。咁最後係5鎖針完結之後，同樣都有2次引拔針喎，一次係對翻爆米花針。第二次呢係轉移針位，都係喺返個大窿完成。咁然後去到第3行啦，我哋慢慢會將呢個積片呢變成一個更加強壯嘅三角形啊。因為原先呢一個三角形呢都仲係結構比較鬆散，咁我哋係靠最後嗰2行呢令佢更加穩固。第3行主要係由長針組成，我哋會見到啲針位呢全部都係指住大窿嘅。咁唔需要刻意去挑線啦。角落位置會係4鎖針。我哋見到啦，每個窿位之間呢度係有4長針，4鎖。然後呢4長呢係做返剛才同一個位。轉角位置嘅針數會比較多，同學要小心處理。完成埋最後4個長針呢，都會有1次引拔針。隨即我哋可以開埋第4行嘅內容。咁今次呢啲嘅長針呢，就係針位對住針位啦。咁去到轉角位置呢，都係對返大窿。咁所以我哋見到長針係對應住上一行有啲針位嘅話呢，咁我哋就跟住 V 字嘅針位去。咁轉角位置呢啲呢，就係對大窿，唔需要挑線啦，就大窿就可以啦。咁完成埋最後4個長針，就做返1次引拔針作為今行嘅結束。咁而家呢，我哋會由中間部分開始做起。咁無論係鎖針又或者環形開針都冇問題。如果用鎖針開針呢，今次我會開1+5，咁令到個圓心大少少。先開3次鎖針，喺第3鎖針加上記號扣，呢個位置係會係第1行嘅起點。咁望返圖解啦，嚟緊我哋係會做長針嘅。咁總共係有11個嘅長針。
長針係翹線，穿入針位，將線拉出，放鬆少少，每次翹線過2圈，每次再翹線過2圈。咁同學呢，可以數住係11個嘅長針，咁亦都可以係數12個嘅條狀。有12個條狀嘅原因係因為我哋開針嘅3鎖針呢都會計算做1針㗎。咁所以今項完成之後，大家可以數下自己手上嘅針數係咪齊全。咁樣針數唔齊全呢，今次會影響到我哋嘅三角形呢係冇辦法成形㗎，所以第一行係非常之重要。咁啊，先數一數針，數條狀，咁完成埋最後呢一個嘅長針。咁老師手上呢度剛好有12個嘅條狀，咁就完成第一行嘅內容。咁我去先揾翻呢個第3鎖針針位，即係記號扣標記住嘅地方，做翻一次引拔針，然後喺介乎起針呢個3鎖針同長針中間呢，可以打開到一個窿嘅。呢個位置我會再做一次引拔針，咁啊完成咗第一行嘅2次引拔針咯。然後係3鎖針開始，跟住就教大家做一個爆米花針。先開咗3次鎖針，唔需要加上記號扣嘅。爆米花針嘅做法呢，我哋係會望翻有幾多個嘅針腳，我哋就對應做翻幾多條完整嘅長針。嗱，佢同組型針唔同啊，組型針呢係做啲長針嘅半製成品。咁今次呢個呢係做翻完整嘅長針。咁我見到有3個針腳啦，所以先做咗3個嘅長針，然後將我哋手上鈎針呢一個嘅線圈稍為拉大，拎出鈎針。然後揾返我哋第一個嘅長針 V 字針位穿入，重新套返線圈收緊，將線圈唔翹線直接拉過，然後一個鎖，咁樣為之完成第一個組型針。sorry， 係一個爆米花針。老師成日都口誤啊，係啦，爆米花針啊，呢個係。根據圖解，我哋嚟緊會有3次鎖針。嗱，好多同學都會誤會咗頭先最後鎖嗰一下呢，算唔算係鎖針入邊呢3鎖針嘅其中一針呢？嗱，頭先個針係唔計算在內，頭先嗰個鎖多一下呢，係呢一個爆米花針本身上面呢一個嘅位置。咁所以而家圖解上面有3鎖針，我哋係需要額外再做3鎖針嘅。不過做之前呢，我都會將個記號扣返好喺呢個爆米花針嘅地方。然後再嚟3鎖針，跟住望返嗰個位置啦。我哋係會跳過2個嘅長針，然後喺下一個位置呢個大窿，即係介乎1、2、3喺2、3長針中間呢個大窿。跳過咗2針㗎，再嚟做一次個組型針咯喎。咁今次呢，我哋係有4個嘅針腳，所以我會先做好4次嘅長針。係完整嘅長針啊！千祈唔好做咗長針半製成品喎。做完4個長針之後，將手上嘅線圈拉大，鈎針經過第1針位嘅 V 型，穿過，重新套入線圈，將線圈收緊，直接拉出，然後鎖1針。跟住係5次鎖針。再嚟啦，跳過2針，喺大窿位之間經過，再嚟都係先完成4個嘅長針，線圈稍為拉大，第1針位入針，重新套返線圈，收緊線圈之後拉出，然後鎖1針。根據圖解係嚟緊3鎖針，咁我哋望到啦，爆米花針呢係會比較立體少少嘅，咁之前做嘅組型針呢係比較平面啲，咁啊兩者嘅分別啦。咁我哋而家跟翻嘅圖解繼續去完成需要嘅爆米花針，咁啊同學必須要小心啊！我哋呢中間有啲部分係3個鎖針啦，咁有啲部分呢係5個鎖針。
咁記住呢個位置非常重要啊，千祈唔好做錯咗。好，嚟緊老師會再示範多次爆米花針嘅做法。有幾多個針腳顯示咗喺圖解，我哋就先做好幾多個嘅長針。線圈拉大，勾針喺第一針進入，重新套返線圈，直接抽出，然後一次鎖針。完成埋最後一次嘅爆米花針。完成最後一次爆米花針之後呢，應該係5個鎖針。咁一陣都係會有2次嘅引拔針嘅。第一針呢，就做返爆米花針正上方嗰個針位，然後第二針呢，就對返前面少少呢個大窿位置做一次引拔針，轉移針位就可以。咁而家呢，可能仲未係好睇得出嗰個三角形嘅模樣，咁係正常㗎。我哋做埋下一行先。嚟緊係3鎖針開始，3長針係做返正下方呢個大窿。咁我哋開完3個鎖針之後，都係加返記號扣，然後3個長針係做喺正下方呢個大窿。跟住我哋望返圖解，4長4鎖4長係做返喺個大窿中間，咁所以呢個大窿呢，針數比較多啲啊。咁我哋就可以數住啦，喺大窿入邊先做4次嘅長針，然後4次鎖針。再嚟同一個大窿位置，仲有最後4次嘅長針。咁我哋做完呢一組嘅花樣之後呢，我哋應該會見到第一個三角形嘅轉角位置就會開始形成㗎喇。然後根據圖解，我哋嚟緊呢個大窿係會有4個嘅長針，咁就剛好係2個爆米花中間之間呢個4個長針對住嘅呢個窿位。然後再嚟到轉角位置啦，轉角位置針數都係比較多少少，先做好4個嘅長針，然後係4次嘅鎖針，再嚟喺同一個大窿位置，都係4個嘅長針。第二個三角形嘅轉角位置呢就會出現啦。根據圖解，我哋又喺返呢個爆米花之間嘅窿位進行4次長針，然後準備進入最後一個嘅轉角位置。轉角位置嘅規律呢，好容易去記認嘅，佢就係4長4鎖4長。咁呢個規律呢，都會應用埋去下一行轉角位置嘅做法㗎。咁我而家會做埋第2行最後，sorry， 應該係第3行最後一次嘅長針。然後返返記號扣標記住嘅位置，做返一次引拔針，作為第3行嘅結束。咁完成呢行之後，同學都可以望一望手上嘅三角形呢，應該係已經成形㗎喇。跟住落嚟，我哋做埋最後一行，3鎖針係起點，1針對住1針，咁去到轉角位置又係4長4鎖4長，然後繼續1針對應1針。咁我哋先開3次鎖針，未認得針位嘅同學仍然可以繼續加上記號扣。
咁而家係一針對應一針嘅長針，咁所以我哋會揾翻呢上一行長針嘅一啲 V 字針位去做。咁當然啦，同學亦都可以根據圖解去數一數針，咁啊數翻對住針位嘅長針呢有幾多條，咁啊減少出錯嘅機會嘅可以。咁完成對針位嘅長針之後，我哋就會做埋轉角位置。轉角位置同上一行嘅規律一樣，都係4次長針，然後3次鎖針，4次鎖針，再嚟4長針。跟住返去一針對住一針嘅狀態啦。咁我哋而家先做埋最後呢項嘅內容，完成埋最後嘅長針部分啦。咁我哋一樣返去記號扣位置，做一個引拔針係結束。線尾預留一個手指左右長度剪斷，線尾套住線圈拉出，用力收緊。然後利用縫針將我哋手上呢一個嘅線尾呢藏返喺針位之間嘅空隙裏面。稍作整理，我哋就可以將線尾剪斷。咁就完成咗我哋免費圖解資源計劃嘅第18片織片啦。咁我希望同學呢都有透過呢個計劃呢，好好學習到一啲新嘅內容，同埋練習到唔同嘅織片。咁我哋就下次課堂再見啦，拜拜。